各位觀眾，嗱呢一個湖景真係非常之正啊！呢個300畝嘅生態湖景嚇，可能大家都知道好熟悉㗎啦，國際花城啊！嗱呢一個項目喺坦洲嚟講數一數二嘅環境質素度。如果你中意睇湖景嘅，中意喺湖邊散步嘅，咁絕對係你嘅第一選擇。我哋嘅國際花城啊！咁現時咧，我都推到咗4期3區啦，5棟嘅單位嚇。5棟嘅話咧，我哋就係一視望湖景嘅。咁現時咧，景觀比以前賣嘅單位要靚，但係價錢仲要比之前平喎嚇。嗱，好似依家呢一套89平方米嘅3房2廳2衛嘅戶型啦，咁就標準嘅細3房，但係咧總價咧只需要80零萬嚇，咁就可以買到啦。咁所以單價咧已經係去到5到1萬蚊，仲帶埋裝修，不但止啊！帶埋家私電器俾你，直接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嘅喎。咁亦都係我即係咁多年嚟啦，國際花城咧，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好嘅政策嘅時代，即係相對嚟講咧，買到嘅單位咧嚇更加之實際、更加舒服啊！因為你拎包入住啊，買咗收樓可以唔需要擔心，因為你裝修啊同埋買家私呢啲咧，其實都比較花你心思嘅，全部都唔需要考慮啦，唔需要擔心嘅問題啦。OK。呢度咧係異地用板房嚟嘅，我哋由門口位置可以同大家介紹啦。嗱，當然啦，到時候咧會有電梯廳啦、樓道啦，係2梯4伙㗎嚇。不過呢度咧異地用板間可能睇得到，但係唔緊要。嗱，入門都係標配啦，智能門鎖加呢個木製嘅防火門啦。咁入門嘅位置其實呢度咧會有一個玄關櫃嘅位置，咁大致係1.3米嘅一個闊度啦。咁到時候咧可能咧就要擺個鞋櫃啦嚇。呢度鞋櫃係冇送嘅，或者係訂製翻一啲櫃都得嘅嚇。咁就全屋訂製嘅，我哋都可以為業主啦提供翻呢個服務嘅。OK， 再往後邊嚟咧，到大廳嘅位置，咁3.6米嘅開間其實都算係比較闊落㗎啦。4人嘅餐台咧係贈送俾大家嘅，跟住咧再加4張餐椅。呢個皮質嘅餐椅咧望落去嘅外觀嘅時尚度啦，同埋實際嘅耐用程度咧都可以啊。OK， 4張餐椅，1張餐台，跟住後邊係到廚房嘅位置，咁就玻璃嘅趟門啦。呢度咧咁就有一個美的嘅雪櫃啦，亦都係膠標嚟嘅。咁大致上咧係125嘅一個雪櫃嘅容積啊，咁就125升係我哋冷藏室。總共咧大概係200升到嘅一個雪櫃。OK， 跟住咧後邊呢度上邊咧係白色嘅鋼牙漆嘅一個吊櫃。中間呢度咧咁就3件套，1件、2件、3件，即係呢個消毒碗櫃啦，同埋我哋嘅灶台啦，同埋呢個。我哋嘅抽油煙機都係交付標準，跟住呢邊嘅話咧，咁就係有一個熱水器，熱水器我哋交標嚟嘅。跟住咧呢邊咧仲有一個雙水槽嘅星盤，以及咧係明窗嘅設計。咁所以呢一邊嘅話咧，廚房咧係好齊全嘅，即係乜嘢都包裝晒嚇。OK， 咁嚟到大廳呢邊嘅話咧，我哋係一個sofa，咁就係2米幾嘅 sofa， 跟住咧一個茶几，98公分嘅茶几，加埋呢度一個電視櫃同埋一個電視機都係膠標嚟嘅，所以咧完全就唔需要再擺其他嘢啦，齊晒啊，齊晒。OK， 呢度咧就係一個立式嘅冷氣機，咁都係送埋俾你噶啦。OK， 唔單止話呢啲日常生活啦，就連你洗衫都會有噶。我哋呢度咧仲有一個滾輪嘅一個洗衣機添，洗衣機都有啦。OK， 所以咧即係包裝到牙齒啊，冇裝到牙齒啊，所有嘢都已經有齊晒㗎啦。我哋個公共區域咧，所有用得上嘅電器全部都幫大家配置好㗎啦。OK， 跟住呢度係走廊連接所有房間動靜分區嘅設計啦。第一個咧係衞生間3段式乾濕分離嘅設計，有單獨嘅一個淋浴間3熱嘅趟門，所以咧佢嘅開度亦都比較闊落嘅嚇。咁就亦都係名次嚟㗎啦。全部都配齊晒咁就非常之省心。隔離呢度咧，呢一個房咧比較例外少少嘅，佢係屬於我哋露台去佈建嘅呢一個房間啦。咁到時候交付標準咧係有一個圍欄，但係冇窗嘅，所以我哋買翻嚟之後呢一個房間我哋需要自己單獨去封窗，因為佢係露台交標啦，所以咧亦都係冇配冷氣機，所以係唯一一個冇配冷氣機嘅房間。呢個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即係少咗架冷氣嘅。咁對面呢個房間客房嚟嘅，咁就配冷氣機啦。呢個米半嘅床同埋床褥，以及呢個床頭櫃。同埋我哋呢一個衣櫃全部冚唪唥都係我哋嘅一個交付標準嚟嘅。同埋咧，連呢個窗簾亦都係膠標嚟嘅喎。咁所以呢一個真係真真正正所有嘢都俾晒你啦。地面咧係木地板嘅交付標準，而主人房嘅呢個衞生間咧有少少唔同佢呢個淋浴間咧，咁就係呢個雙開嘅一個設計嘅一個圓弧形嘅一個淋浴間。OK， 都係乾濕分離帶明窗嘅一個設計嚇。咁有咗個鏡櫃啦，方便我哋要收納翻日常嘅物件嚇。
咁呢個單位目前咧仲有低首期嘅政策啦，3萬蚊嘅首期就可以上車買到啦喎。OK， 主人房呢邊嘅話咧，咁同樣啦，床褥啦、床頭櫃啦、衣櫃啦，全部冚唪唥都交付係俾你咁樣就輕輕鬆鬆3萬蚊首期上車，每個月供咧係3800人仔，總價咧就80零萬，可以買到一套望湖景嘅精裝修嘅3房嘅拎包入住嘅單位，你覺得係咪好抵買咧？咁花城呢邊咧亦都有呢個巴士啦，直接半個鐘頭到啦，就可以去到關口位置，因為現時個坦洲快線已經通車啦，依家翻關口咧自己揸車，可能20幾分鐘就到啦，係十分之方便嘅一個交通情況嚇。咁有興趣朋友可以隨時聯絡翻我，我係阿偉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